15旅游焦雅有个儿，这是礼堂吗？你的那礼堂儿嘞？你的那礼堂儿嘞？是礼堂。礼堂人。礼堂人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去做啥家公内用啊人？去做啥家公内用啊人？我们从成都来，俺做成都内用啊人。俺做成都内用啊人。准备在这里做几天？你的那你妈干脆都自人。你的那你妈干脆都自人。准备待2、3天。你妈人生长都自人。你妈人生长都自人。宾馆的住宿费是多少？人工给空了干脆人。人工给空了干脆人。1天60元。你妈热了给住酒人。你妈热了给住酒人。不算很贵，共700容马人。共700容马人。宾馆里有餐厅吗？人工弄3孔元1人。人工弄3孔元1人。有，随时都可以就餐。1人能啥那求人。1人能啥那求人。明天打算去哪里？从你干南着自人。从你干南着自人。上午去参观礼堂寺，俺着礼堂干吧，伢着的人。俺着礼堂干吧，伢着的人。下午准备去哪里？西着干南着自人。西着干南着自人。下午去参观白塔，西着确定干不伢着的。西着确定干不伢着的。这里到巴塘有多远？你的那呢？巴通巴掏几彩元人？你的那呢？巴通巴掏几彩元人？乘汽车只要半天。龙口的那你西马都没给。龙口的那你西马都没给。帮助买几张车票可以吗？龙口人看些牛肉一些。龙口人看些牛肉一些。可以，念叨。念叨。赛马会什么时候举办？大军人的能写来人。大军人的能写来人。8月份举行。大瓦结巴拉写来人。大瓦结巴拉写来人。还有什么看的？大人带么节约人？大人带么节约人？有文艺演出，日赞茶单元人。日赞茶单元人。有服饰表演，古典茶单元人。古典茶单元人。有藏戏演出，1年抢来人。1年抢来人。有体育比赛，旅赞人的元人。旅赞人的元人。还有商品交易会，大人从在牛从东凑元人。大人从在牛从东凑元人。有许多看点，带么极大功大引人。带么极大功大引人。礼堂有神山吗？礼堂啦乃日元1人。礼堂啦乃日元1人。有格聂和扎嘎神山。给你东找个乃日元人。给你东找个乃日元人。最美的风光是哪里？有种子去干那引人。有种子去干那引人。是毛亚大草原，母娘杂通千宝引人。母娘杂通千宝引人。谢谢，突节切。突节切。再见，demo。demo。
藏族谚语，白吉当别，萨恰热啦，罗路热，没日热啦，切路热。萨恰热啦，罗路热，没日热啦，切路热。一个地方一种风俗，一个民族一种装束。点么米吉斯nam，点么米吉塞囊，观赏是眼睛的福分。拉西给米教我们家了。拉斯给me教我们家。拉萨太婆不拜释迦佛，